後來過來是有關到台北市長的選舉，講民進黨明仔載就會定調到沈碧陽出來選市長。另外，彰化縣長國民黨的部分有風聲，講明仔載的中常會就會通過，要定調到國民黨前科技會主委魏平正出來選縣長。參選的意志正堅決的立委謝依鳳再度甲國民黨的中央來話話，講伊才是上強的人選。另外一位嘛咧爭取提名的郭定峰，伊是講會當協調，但是袂當烏傷。警告黨中央，選舉就像作戰，必須要一鼓作氣，然後不然的話就會再而衰，山而竭。講到激動處，提高音量。國民黨2026彰化縣長人選未定，早早表態爭取參選的藍委謝依鳳再次喊話黨中央，但現在已經傳出國民黨將在13號中常會上徵召前國民黨考紀會主委魏平正披藍袍站彰化。每一次到星期一的時候，就必須要接受黨中央所有的訊息。鄭麗文主席已經認為我是國民黨內最強的候選人，不服自己實力堅強卻未被考量。其他想選的包括彰化縣府參議柯成芳也認為可以協調，但不能黑箱。前彰化縣副縣長洪榮章也無奈表示，講那麼多也沒有用，亂搞一通。這都是國民黨中央的職權，然後我們並沒有辦法去左右，也沒有辦法去智慧。根據目前國民黨議程尚未列入彰化縣長提名，但也不排除常委臨時提案。同樣是13號中常會傳出民進黨可望拍板徵召綠委沈伯洋出戰台北市長，但看在藍委徐巧芯眼中，這布局是難得各黨派取得共識。提名日程都還沒有完全確認，如果今天是我出來，結果呢讓別人那麼開心呢，我也會覺得非常的愉悅。用高 EQ 回應藍營評論，藍綠選將各就各位，2026選戰陣型逐漸完整。華視新聞莊佩娜、陳建達 SNG 小組台北參謀。Hello， 我是莊慧琪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